你今天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，有心事啊？没事。今天有酒都不喝，还说没事？岳不群使的肯定是辟邪剑谱。他当初一口咬定是你偷走了剑谱，根本就是栽赃嫁祸，掩人耳目。在少林寺他输给你，肯定也是故意做给左冷禅看的。那是师父为了阻止左冷禅的阴谋。傻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左冷禅为了五岳合璧谋划了10几年，岳不群也是一样。哪有此事啊？他早就知道劳德诺是嵩山派的奸细，那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？不就是为了让左冷禅放心，好将计就计吗？告诉为师，如果真是你拿去了，只要你交出来，为师不会责备你。师父若不相信我，一掌打死我便是。你既然知道那六师弟的死和紫霞秘籍的失窃，他猜到是劳德诺所为，但还是把脏水泼在你身上，真是阴险狡诈，虚伪至极。辟邪剑谱他肯定也觊觎已久，不然华山跟福州相隔千里，他干嘛要故意结交林震南呢？林家的辟邪剑谱武林皆知。于沧海胆子虽然大，脑袋却很笨，哪比得上岳不群不动声色，坐收渔利呀？他们俩不过是一个巧取，一个豪夺而已。你的小师妹和林平之在一起，恐怕也是岳不群暗中推手吧？怎么可能？小师妹是师父师娘的掌上明珠，他们不会因为这个。那蓝凤凰和东方不败还有婚约呢，不也反目成仇了？如今嵩山派四处追杀你，左掌门还留在洛阳城中。果然好胆识。大言隐于市，左某功败垂成，掌门二字愧不敢当。有我五毒教相助，定会帮你夺回五岳派掌门之位。虽说我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而已，但左某已是双目失明，武功大打折扣。蓝教主为何要跟我结盟啊？只因你我有共同的敌人。岳不群，人我心。左掌门乃一代枭雄，肯定不甘心将此霸业拱手让人吧？据我所知，五毒教是威震西南。蓝教主已经嫁给了东方不败，为何又反目成仇呢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那就没有合作的诚意了。左冷禅，你如今众叛亲离，孤家寡人一个，你真以为本教主求着你不成？既然如此不识抬举，告辞。你和人我行之事，我略知一二，请蓝教主息怒。我刚才只是……本姑娘心直口快，最讨厌拐弯抹角。少跟我来，你试探我，我试探你，这种狗屁东西。蓝教主，你大人有大量。
左冷禅知错了。蓝凤凰和向大哥刺杀人教主，还要谋反日月神教。向问天已经死了，我爹觉得黑木崖危机四伏，才让我偷偷下山来的。好端端的，干嘛非要杀来杀去啊？江湖恩怨历来如此，谁也改变不得。前一阵子日月神教还要攻取丐帮和昆仑，现在又闹起内讧，报应真是来得快啊！对了，我爹让我下山，是为了找辟邪剑谱。辟邪剑谱，辟邪剑谱，又是辟邪剑谱，辟什么邪呀？他自己就邪门，搞得江湖血雨腥风，不得安宁。少使，葛长老，教宗又来刺客了，将他抬到后山，好生安葬。是。少使有所不知啊，这名弟子实则是被教主所杀呀。教主？教主睡觉做噩梦，这名弟子负责守夜，闻声便进去查看，不料却被教主一掌打死。自从蓝凤凰和向问天行刺教主后，他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，不许旁人轻易靠近，就连日常的饮食都要别人尝过后才肯食用。葛长老肩负护卫教主之职，往后还需多多费心了。长此下去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我也将成为这教主掌下的亡魂了。哎，少使请。善儿，娘，这都晌午了，平之怎么还没起来？师娘，平之他最近练功勤奋，怕是睡过头了。你和平之，你们成亲之后，他待你如何呀？他当然对我好啦。你和平之成亲已经1月有余，可有动静啊？什么动静啊？娘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女孩子家，别整天打打杀杀的，传宗接代才是正事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娘，你看我绣的鸳鸯，好看吗？你别打岔，我和你说正事呢。我去看看平之醒了没有。怎么又没盖好被子？
师兄，药煎好了。有劳师妹了。师兄，今日没有练剑，身体感觉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是给谁的信？方正大师和冲虚道长他们来信，说魔教自从攻打了丐帮和昆仑之后，便龟缩到黑木崖，按兵不动。他们在询问我，有什么意见？魔教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了丐帮总舵，之后在昆仑一役之中失败了，确实有些蹊跷。冲虚道长觉得魔教当中可能发生了变故，但是我觉得魔教他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。那你准备如何应对？主动出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事关重大，你还是应该和方正、冲虚二位大师好好商议才对。这战机啊，稍纵即逝。若给魔教时间让他们积蓄力量，恐怕我们便来不及了。今日我还劝山儿早点和平之要个孩子，可这刀兵一起，真是，看看，我最近光忙于五岳之事，倒是把他们两个人给忽略了。小两口倒是恩爱的很，山儿有了依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倒是平之那孩子少年老成，和我们的山儿倒是蛮般配的。药快凉了，快些喝了吧。若不自宫练剑，爹娘大仇，不知何时才能报。可自宫之后，林家便要断子绝孙，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？爹爹不敌于沧海，想来是没有练剑谱。可远途宫呢？难道他是生儿育女之后才自宫的？师姐对我痴心一片，可难保不是和他爹串通一气，来骗我的。
于观主，你的神智已经恢复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在下要恭喜岳掌门练成辟邪剑谱才是。于观主，你对于此事可真是功不可没呀！你千里迢迢将辟邪剑谱送到岳某手中，对此，岳某真是感激不尽。岳掌门的癖好当真古怪，半夜穿着夜行衣跑到女儿女婿的房顶上，传到江湖上，不知会有多少流言蜚语。你如此之说，那岳某就只有将你留在华山，永久的留在华山。临死前能看到如此剑法，死而无憾了。师傅，我将他们带来了。如今我们兄弟已成废人，不能再为嵩山派效力。不知左掌门还有何赐教？诸位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此刻的左某也跟大家一样，已是双目失明。我的眼睛是被岳不群赐下的。岳不群，左掌门武功高强，怎么会？师傅他老人家是中了岳不群的暗算，这次请各位前辈过来，就是想齐心协力，报仇雪恨。令狐冲的剑法已独步天下，就凭我们这群废人，又怎能与他敌手？左某自有定计，诸位放心便是。堂堂的青城派帮主，就这样死了？这也未免太可惜了吧？岳掌门，你这是何意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就可以保证你恢复你的青城派，而日后的江湖地位，可以在武当和少林之上。岳兄如日中天，贫道这点微末道行，能入得了你的法眼？其实啊，非常简单。谁叫我岳某爱才心切，
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。承蒙岳掌门看得起于沧海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任凭岳掌门调遣。听我说，我刚刚用的是辟邪剑谱上的禁制手段，全天下只有岳某，没有其他人可以破解。于沧海，愿为岳掌门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怎么回事？平长老给教主煎了几副安神醒脑的药，不料教主却大发雷霆，还给了平长老一掌。多谢少师。教主已将自己关在房间1月有余，今日又命人将木门换成铁制，不准任何人进入。长此下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教主的疑心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恐怕是患了臆想症。若不及时救治，必酿成大祸呀！师父命五岳派联合少林武当，下月15齐聚平定县，攻取黑木崖。五岳内斗刚刚平息，又要再掀战火，何时才是尽头啊？我要回趟华山，劝师父改变主意。怕是来不及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动身。衡山派的所有事交给你们3个。通元谷中高手无数，师兄是想让何人陪同前往呢？不用别人，我自己。你们都不用去，我去。啊？我这易容之术如何？妙极了。这人皮面具也算是我日月神教的宝贝了，配我这妖女，再合适不过。
爹，娘，如今强敌环死，孩儿性命命不保兮，唯有自宫练剑，才能报林家大仇。求您二老原谅孩儿不孝之举。你怎么了？练功毛巾插了气役，严不严重？我去找爹帮你运功疗伤。不要去，不要告诉师父。没事儿，都是小伤，不能让师父知道，不然又该责骂我。好，那我扶你进去。岳掌门，黑木崖固若金汤，掌门贸然进宫，只怕不妥啊。你说的这些，我自然知晓。那掌门为何不顾方正和冲虚反对，还要一意孤行？五岳剑派，他们个个心怀鬼胎，如果不给他们点颜色，杀他几个，他们又怎能够老老实实听我这个掌门人的号令？他们两败俱伤，掌门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岳掌门。驾！驾！你就不能到华山再办上？令狐师兄，难道你不喜欢人家这个样子吗？现在是在衡山脚下，让人看见成何体统？
你真的打算为任教主寻辟邪剑谱吗？我爹一把年纪，我也不愿再看到他这样争权夺利。但没有剑谱，他就很难自保。东方兄光明磊落，忠心耿耿，我不信他会害任教主。况且教主已经会了吸星大法和葵花宝典，难道还不足以自保吗？我也不知道我爹是怎么想的。我看啊，自保是假，想称霸武林才是真。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，真让人讨厌。报了定贤、丁义两位师太的大仇，咱们就退隐江湖，找一僻静之处隐居。驾！你自己练这套剑法尚不能成功，你让他们练又有何用？多一份力量总是好的。莫非蓝教主另有高见？辟邪剑谱号称天下无敌，只有练此剑谱，才能与之抗衡。辟邪剑谱落在岳不群手中，如何拿到它呢？如劳德诺所说，林平之一直被岳不群蒙在鼓里。现在剑谱面世，只要他不是傻子，便会想方设法夺回剑谱。你的意思是收买林平之，来个里应外合？不错。岳不群号令各派下月15进攻黑木崖，那时就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你的内伤直到今日才好，还骗我说是小伤。我不是怕你担心吗？紫霞神功半点也强求不来。你要答应我，日后不可急功近利。原本还以为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，眼下又要与魔教开战了。魔教一日不除，武林便永无宁日。不知道多少无辜之人又将身遭劫难。娘之前还说，你是林家独苗，让咱们，你怎么了？我身负血海深仇，一日不出于沧海，我便无心想这些事。去黑木崖，知道吗？必须要找到辟邪剑法下半部，我才能破了岳不群的禁制绝法，不然我只能任人宰割，坐以待毙。
早晚将你碎尸万段。传众长老、堂主到大殿议事。是。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师父师娘在吗？哦，师傅他们啊，一大早便已出发去平定县了。不知少使召集我等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接到消息，五岳剑派联合少林、武当等派，正在赶往平定县，意图攻打黑木崖。少使，敌人势众，本教该如何抵挡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当年的悲剧，还要重新再演吗？速禀报教主，请他老人家来定夺。对，是啊，是啊，慌什么？教主身怀异象之症，暂时无法主持大局了。神教在此危难时刻，还请少使暂代教主之重任呐，带领大家共抗强敌呀！这，请少使以大局为重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谢少使。事态紧急，我就不再矫情了。本该如此啊！是啊。当年黑木崖被攻破，只因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而今我等早做准备，又怕他作甚？所言极是。少使英明。敌人虽然势众，却是分散行事。诸位带领本部人马进行拦截，不必力敌，只需让敌人疲于奔命即可。遵命。我亲自坐镇平定县，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。什么人？珊儿，交出辟邪剑谱，我就放了他。秉之，别管我，珊儿这个恶贼！
你不顾这小娘们的死活吗？他跟岳不群是一丘之貉，你要杀便杀。鬼儿子，少来这套！把剑放下！儿子，哎呦！
你们怎么来了？难道你没有接到我的飞鸽传书吗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师父，内战刚刚平息，现在应该休养生息，不该重燃战火了。任老鬼和小东方，此二人野心勃勃。丐帮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，难道你还想让各派坐以待毙吗？五岳已经合并，你又是五岳派掌门，若现在联合少林武当，亮的魔教也不敢乱来啊！一旦重燃战火，必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，还请师父三思。魔教一日不除，武林便无宁日。不如和日月神教谈和，这样江湖各派不再纷争。自古以来，邪不压正，魔教贼子作恶多端，除魔卫道，乃是我辈职责之所在。可是师父，现在他们元气大伤，而此时就是攻下黑木崖，彻底铲除魔教绝好的时机。哼！你干嘛？原本我还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和岳不群是一丘之貉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来此处看我练功，不正是奉了岳不群之命吗？我睡醒不见了你，心中担忧，又干我爹什么事？没想到于沧海竟埋伏在此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别再演戏了，你们父女同心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华山派的岳大小姐下嫁给我这个穷途末路、无家可归的小子。原来也是因为辟邪剑谱。你冤枉好人！我若有此意，叫我天诛地灭！时间紧迫，再从衡山调集弟子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小心！
赶快躲起来！师傅，怎么办？撤！你们先别动。你先和为师一道前去。善儿和平之不见了。啊！哎，师娘，你别着急，小师妹好动，说不定只是跟平之出去玩了。不会的，他明明知道今早一早就出发，又怎么会到处乱跑呢？你让劳德论一个人去找林平之，是不是有些冒险？他带着10箱软筋散前去，林平之要是敢不识抬举，就让他尝尝滋味了。不必慌张，自己人。参见教主。这些就是我五毒教的精锐。果然中气充沛，个个身手不凡。竟然是于沧海。这不是平之的佩剑吗？难道珊儿他们？珊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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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平之和珊儿下落不明，你是要撒手不管吗？大家找了半日也没有找到他们，想必他们应该已经不在此处。现在时间紧，不能再耽误了。没想到你好狠的心。要是平之和珊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为夫我现在是五岳派掌门，我当以大局为重。倘若我以一己之私而耽误了讨魔大计，那岂不是让天下人所耻笑？师父师娘，要不然你们先走，我跟依林小师傅去找小师妹。虫儿，3日之内，如若找不到他们，你便即刻动身赶往平定县与我会合。小东方诡计多端，武功高强，为师还需借助你的独孤九剑来制服他。弟子遵命。冲儿，师娘求你，请你一定帮我找回平之和珊儿。师娘放心吧。你呢？要不要随老夫一同前往啊？你看看，你二人孤男寡女，僧俗有别。倘若你们被武林之中那些好事之徒看到，不免会有损衡山的清誉。师父言之有理。依林小师傅，你就留在这儿，陪我师娘几日吧。